各位兄姐大家平安。咱要开始今日在聚会，请咱兄姐注意咱抓来的手机啊吼，是毋是甲关伫咧震动吼？袂去影响到咱的聚会，麻烦大家，谢谢。宣调，我厌恶看轻恁的节期，也无欢喜恁的严肃会。恁虽然献祭，甲恁的素祭互我也无欢喜。恁献肥的精生做社温祭，我也无要甘纳。就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因为恁弹琴的调我无要听。独独就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，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。请咱来吟圣诗第121首。上帝疼痛赢过一切。请咱起立。You
请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，伫圣诗的头前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者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必来刀剑来受苦。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来启用第33篇，诗篇139篇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对真远，你嘛看画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，你亲手保护我，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，行到倒位我才会多谢你。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；也是去到日落迄边，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，叫暗暝甲我压榨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，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侪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这时，咱三个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学到你，搁一摆，互阮来到你的圣殿。阮要直接来敬拜你，要来学到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常常阮咧学到的时阵，你的宝座就设立伫阮的中间，也恳求你的圣神运行，保守带领阮今仔日的聚会。亲爱的主，阮要感谢你的恩典满满，也互阮将阮的中职做聚会，透过单向的牧师来甲阮做真好的勉励甲教导。恳求你的圣神由愿加倍充满祝福，坚固阮中职所做的工，也愿阮所做的工拢会使来应神益人。亲爱的主，阮有时咧检视阮家己的内心，阮犹原有做找做无够业的所在。主啊，阮的心思意念受到世俗的牵绊，常常害阮无法度来常常亲近你，会离开你，会做一寡无下主你欢喜的代志。主啊，你拢知阮心思意念所犯的罪。伫遮搁一摆，阮恳求亲爱的上帝怜悯，赦免阮一切的罪过，主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，拆消一切过失，除去一切咒诅无下主旨的罪。主啊，你宝血来大大洗清，互阮的教会伫即个所在，真正伫阮的牧者、中职、同工的带领下面，
互阮的教会伫遮好胆为主传福音，引带侪人来归应伫主。圣神帮助阮会使来抢救即个失散的灵魂，主啊，阮真正欠缺无够呀！阮需要你的圣神来帮助阮彼此相听合一。阮今日在特别要来欢送阮的根治牧师，主，阮也感谢你，也来陪伴伊头前的教会。阮恳求你的圣神，由阮来加倍充满祝福，伫根治牧师夫妇因的服侍，要去的教会，主你的圣神来坚固因的手所在。主你是耶和华以的，凡事都有预备的神。我们的骗无小组会进行骗无的事工，阮相信你的有缘带领一个下主你心意的牧者来带领阮的教会。主，阮求你赦免伊，阮亏欠福音的罪，侪需要你圣神的引带带领。主，你是万国人的大医生，你是耶和华拉法。主啊，阮恳求你的圣神，也甲阮每一个兄弟三甲伫咧有病痛兄弟，主你呼求、恳求的时阵。主啊，求你使阮人民的病痛，心内有痛痛的，主你拢知。恳求主，你来医治。主啊，阮也恳求你的圣神，加倍充满祝福，保守阮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透过侪的社区的事工，会使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救主耶稣基督。恳求你的圣神，也保守伫阮今仔日的聚会，特别也搁为着下晡阮要去中山教会来参加即个献堂。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，也互阮的教会会使继续来开拓新的教会，也互阮的教会诚侪传福音的教会来荣光天父上帝你家己。求你的圣神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。祈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，阿门。圣经，咱今仔要来看圣经是伫路加福音的第10章第25节到37节。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起来，试伊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，才会得到永活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伫律法有记甚物？你读了怎样？”伊应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所应的是对，行即个就会活。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对，就对耶稣讲：实锤是我的厝边。”耶稣因伊讲：“有一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贼绑伊的衣裳。”拍伊到半死，放下咧，做伊去。草坎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，看见伊就闪对迄边过去。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，看了游园，对迄边过去。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。对遐过，
看见就怜悯伊，君我用酒添伫伊着伤的所在，甲伊包地，将家己的精神互伊徛，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。隔日摕阮仔2个，互店主讲，着照顾即人，所费较加，我倒转来才行李。即3人中，你拍算倒落一个做着擦迄人的厝边？伊讲，怜悯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，你去照安尼来行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，咱着欢喜快乐。先得咱要请字牧师，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弟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将你的话手赐予阮。总是阮人有限、软弱、智慧不足，所以阮需要你的信心的同在、感动。主啊，虽然你感动你的奴仆，对这个信息来所想的答案。然后才甲对方讲：啊，你既然知影安怎做，你就照安尼去行。其实，针对该然安怎做，才会使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安尼议题，对古早犹太的这个传统教示内底，拢一定真清楚，达人教示讲，人若遵行上帝的话。就是遵照律法甲诫命来生活的话，就会当来得到活命。总是这个道理，律法师家己刚知影。
伊是即档教圣经的人呢？这道理家己敢知？伊真清楚啊！总是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就讲了真清楚、真明白。伊来找耶稣是要创啥的？要来甲试的，要来甲试他。啊，总是律法师伊的问题未角伫倒位？这律法师伊问的问题未角伫倒位？未角在伫土地啦。啥讲未角在伫土地？因为土地甲生存甲活命有真密切的关系。对犹太人来讲，有土地就会使生存，就会使活地。你丧失土地，你就无法度生存，无法度活地。总是土地是上帝的恩典甲手术，甲人的努力、甲人的作为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意思是讲，以色列因去到迦南地生活，得到迄块水、流年、甲米的即个土地，毋是靠因的努力，因倚靠的是恩典，因为因得到即个土地，因会当生存，会当活地。其实，这就是律法师要互耶稣的难题，是安那？因为以色列人得到土地是靠努力，还是靠恩典？靠恩典嘛，啊，即个土地顶好就是讲你的活地嘛，对无？安尼反转来讲，即律法师挑战耶稣讲：若安尼，我要得到永远活，爱做啥物？即个问题陷阱，即个问题的难题就是讲，今仔日你徛伫上帝恩典即个基础顶面，若安尼，你敢会回答讲，人要得到永远活？其实嘛，毋免做啥，你自然就会得到永远活。总是耶稣敢会安尼讲？耶稣伊无可能安尼讲。律法师伊嘛知影讲，耶稣无可能安尼回答。伊嘛咧等待讲，你若无要安尼回答时，无你上至少甲我讲，要得到永远活，爱做啥物？请你列出即个项目出来，互我知影爱做啥物。反正即个律法师的问题，不管耶稣安怎回答，即律法师拢有空芳，找空芳，找机会，就是要来甲耶稣挑战，好证明讲伊比耶稣搁较有智慧，伊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当然，我要讲的是，耶稣刚知影即律法师的想法，耶稣真清楚啊，所以伊就反问即个律法师意见安怎？伊讲啊无，你的意见是安怎？咱也知影讲哦，即律法师伊是要来试耶稣，啊，伊嘛知影讲耶稣伊绝对无可能正面来回答。既然即摆发言权转来伫家己的身躯顶，伊就想讲啊，我来表现一下。啊，结果即律法师伊安怎回答？我想这拢是咱真清楚的经文。律法师伊讲啥？你着真心、真信、真力、真意。听主你的上帝，然后第二条是啥？听主比亲像家己。当伊讲了后，耶稣就来讲：你应了真好哦，你讲了真对哦，安尼你照安尼去行，会当得到活命。请问这是圣经内底最基本的教示呢？最基本的即个律法的教导，耶稣敢毋知？耶稣敢袂晓回答？耶稣伊知啦，总是耶稣真正无想要开时间伫即种无意义的辩论顶悬。伊嘛知影讲，即律法师来找伊，只是要甲挑战律法的问题尔。所以耶稣的回应，耶稣直接的回应，是要来表达出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既然今仔日你的圣经一定遮尔熟啊，你对圣经遮尔捌。你嘛知影该人爱安怎行，你着去遵行，你无需要世界人挑战，一点仔都无必要，无需要。总是即个律法师感觉真毋甘愿，伊要继续问，因为伊毋望耶稣会当正面甲回应，毋通都用问题来回答问题。当然，
伊一直坚持的问题，就是讲，我该练爱安怎做，才会使得到活命。因为伊甲耶稣问讲，伊甲耶稣讲爱听厝边嘛，对无？所以伊甲耶稣挑战讲，啊无我的厝边是啥？我的厝边是啥？伊即摆毋问耶稣，你会当正面甲我回应，我的厝边是啥？咱也知影讲，伫耶稣迄个时代，犹太人因所认同的厝边，就是厝内底的人，家己亲族的人，也是有犹太血统的这个族群的人，才号做厝边。请问罗马人、希腊人、撒玛利亚人，所有的外邦人，犹太人敢有法度来接纳因成做厝边？敢有法度？无法度，犹太人无法度接受因来成做厝边。所以，即个律法教师，伊是咧拍算讲，耶稣伊一定会回答讲：啊，你的亲情朋友吼，就是你的厝边啦。伊会等耶稣讲即句啦，因为当耶稣若即句讲出来，就当来表明伊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伊是得到活命的人，是安那？因为要听家己厝内底的人。听家己清楚的人，敢有简单？其实相对较简单啦，比听外邦人较简单啦。所以，即个律法教师，伊感觉讲，伊拢做有够，总是却无拍算。请问耶稣有正面甲回应吗？耶稣无啊，耶稣倒一摆用问题来回答问题，而且即摆问题都乐长，都讲一个比喻，讲一个故事。来回答即个律法师，我想即个比喻的故事，咱应该拢真熟嘛，对无？好的撒玛利亚人来，你感觉即个故事恁拢真熟的，请举手。自较早拢听过啊，对无？好来，咱手放落，应该拢真熟。啊，即个故事内底有5个角色，敢有？咱看圣经有5个角色嘛，对无？啊，其中一个。是互人拍甲迷迷茫茫，啊，一下袂顶袂当，佮赤身裸体。啊，其他4个咧，其他4个是会当自由振动的。来，牧师倒问一解哦，这5个角色内底，有几个一下袂顶袂当的？一个，啊，其他4个咧，啊，拢会振动，拢会振动对无？咱会记得哦，这律法师第一个问耶稣的问题是啥物？我该能做啥物，才会使得到永远的活命？所以，咱做伙来听这个故事，来探讨这个故事，来看这4个会振动的人，因拢咧做啥物？好，咱来看经文，大先强盗第一个角色，请问这个强盗伊做啥物？伊做啥物代志？甲人抢嘛，甲人拍嘛。甲人伤害到安那，倒是涂骹剩一口气，甲人拍到强要死去啊！这是这强盗做的代志，人抢、甲人拍、甲人伤害。第2个角色出现，这个角色是啥？祭司啊！啊，总是祭司，伊做啥物代志？视而不见。无毋对，伊唯一的动作，就是用目睭安那去看。啊，看了后，就安那，就闪开，就离开啊！这是伊唯一做的代志，或者看安尼尔，看看就闪开啊。总是咱其实嘛爱徛伫祭司的角度来较体贴的，因为这对祭司来讲真为难呢。是安怎讲真为难？今仔日倒伫涂骹迄个，若是一定死去的人，也是讲外邦人。祭司若去来吸到的话，祭司就无清气，祭司就造成伊无清气。祭司袂当去吸到死人，吸到外邦人。咱会想，一个祭司若是无清气的话，伊敢有法度主持献祭甲敬拜？伊无法度主持献祭甲敬拜，这会影响到伊的名声甲地位，甚至是伊的生活。我要讲的是，一个祭司若无清气，会去人点名哦，会去人点出来哦，会一下小可发起者，互人知影讲，
你看即个祭司，伊无守洁净的礼仪，伊无清气，这是对祭司来讲一件足见效的代志。而且伊刷落来咧开时间、开钱，安那献祭，完成即个洁净的礼仪，伊才让恢复清气。上时伊的生活嘛受到影响，是安那？伊无法度主持献祭嘛，所以人若献就一只牛的时，1/10的牛排，伊就摕袂转去啊，对无？恁敢有读利未记？利未记嘛吼，当人有献祭1/10是归互啥？归互祭司也是利未人嘛。伊无法度去主持的时阵，敢会当摕到1/10？无法度。所以咱看去，伊若去磕着迄个人，伊的名声、地位、生活，拢会受影响。所以伊决定看看，准煞闪过。来第三出现的角色是啥？利未人。伊做啥物？小共款嘛，伊为伊做的动作，安那看的，就闪过去啊。总是伊比伊的主管、伊的顶司吼有较好一丝啦，是安那？有的翻译本写的是讲，伊有行较就我有较靠近去甲看一下，总是徛较靠近尔，总是安那，伊嘛是闪过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利未人吼，伊无需要像迄祭司考虑遐济，你知影无？因为对祭司来讲，清气也是洁净的即个要求非常的严格。总是利未人无遐尼严格啊，是轮到因要服侍的时，轮到伊要你去圣殿的时，因才来完成即个洁净礼就好啊。经文一开始就讲嘛。有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嘛，对无？所以后壁对来因拢是完成即个服侍的人。所以利未人讲真正会当，讲真正袂当来磕着，会使啊，利未人会当来帮赞啊。总是问题伫倒位？问题伫倒位？问题就是伊的主管，这是互伊的模范啦。因为伊远远看起伊的主管。这是安怎？看的，说过。你爱想哦，今仔日伊若听来帮赞迄个人，敢是表示讲伊对伊的主管有意见？那小你暗示讲伊的主管无够疼心，所以伊拍算我也是莫挑拣祭司的权柄，祭司安怎做，我对你安怎做就好。所以小共款，看的，就闪过。过来第四个出现的角色是啥？撒玛利亚人。总是当故事讲到遮的时，咱爱来想象，当耶稣伫讲这个故事的时，坐一边仔遐犹太人的表情是安那？因为因拍算讲这个故事的主角应该是犹太人，毋是撒玛利亚人，是安那？因为犹太人无将撒玛利亚人当作人咧看。伊嘛无认为讲撒玛利亚人有遮尔高尚的道德甲品德，会去帮助别人。总是耶稣用意就是一只，伊就是要用犹太人所厌恶、讨厌、看袂起的人来做典范。那安尼咱来看哦，这个撒玛利亚人伊有做啥物款的代志？咱对经文的字数来看，伊做的代志。袂少呢，对无？做袂少代志呢。大先伊敢有看去？有哦，伊大先有先看去。总是看去了后，煞尾是倒位叮当？伊的心叮当啦，伊的心生出怜悯的即个感动，慈悲的即个感动，伊的心叮当。煞落，因为伊的心感动，生出怜悯。伊来想象讲，今仔日换做我倒伫遐，我嘛毋让别人会救我。所以，当有即个怜悯的心了后，伊会当去体贴别人，徛伫别人的立场来设想的时，伊开始有动作。伊用油来清起迄个人的伤喙，用酒来消毒，最后将即个伤喙安那包起来。
接续的动作是啥？伊将这个人安怎扶起来，然后互伊坐伫安那伊所坐的即个炉仔的顶悬，然后伊一边仔牵，亲像一个奴仆伫服侍主人相共款。因为迄个时代是送坐一炉仔顶悬，送一下牵炉仔奴仆，伊安尼的服侍，将家己当做奴仆相共款。服侍即个青训人，亲像主人相共款，然后带伊去旅馆，可能伊是通暝来照顾。啥讲通暝来照顾？因为即个人一定去互拍甲安那，咪毛毛半死啊，剩一口气啊。你想象呢？你带一个人，你去旅馆隔工伊怎无气，敢袂足麻烦？所以伊甲照顾到隔工透早，伊确定即个人。真正会安那，会当活落来，伊就放心要来离开。离开进前，伊摕2个银仔，互即个旅馆的头家。伊毋望即2个银仔会当保证即个人继续受到人的照顾，会当平安。最后，伊阁甲即个头家挂保证，伊挂啥物保证？伊会阁转来，伊会对即个人负责到底。这撒玛利亚人，伊付出伊的时间，伊减菜牺牲伊的困眠，伊交出去的即个钱，其实拢小看代志。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伊听好讲是用伊的性命，冒伊性命的危险来帮助即个人。为什么讲伊有性命的危险？一句话，或者瓜田李下啦。敢有听有？瓜田李下啦，迄个时代路人敢有监视器，所以发生啥物代志，前后原因无人知嘛，对无？啊，迄个时代拢有报仇的即个文化甲习惯，所以拢有一个头城嘛，刀城嘛，对无？刀城就是要互遐个惊互人报仇的刀具的所在，所以伊做这个动作。检查会互即个人会清楚误会啥物代志，是你甲阮的人拍受伤的。所以咱会使讲，即个撒玛利亚人，伊付出伊的所有，付出伊的性命，就为着要来救即个人，救即个伊毋捌的这份人，这是救一个人的代价。最后一个角色。就是即个袂顶袂动的青训人，即个袂顶袂动的青训人，伊的衫嘛去互人脱去，所以无法度对伊所穿的衫、伊所讲的话，也是讲口音来判断讲伊是对一个族群的人，也是讲伊的身份地位是安怎。总是主耶稣伊一开始设即个前提。就是要互人知影讲，你毋知影伊穿啥物衫，你毋知影伊讲啥物款的语言，你毋知影伊的身份地位，总是伊就是一个人，伊是人，一个人就倒一遐。接说，耶稣伊问律法教师讲：你想，即3个人倒一位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？结果这律法师伊印象，伊讲甲伊怜悯迄个。耶稣讲对，你去，你就照安尼去做。耶稣伫遮的意思是啥物？耶稣伫遮的意思是讲，你毋免问讲啥是我的厝边，你免去问讲啥是我的厝边。你毋免去管别人，也是管迄个人，伊穿啥物款的衫，伊讲啥物款的语言，伊徛伫啥物款的立场，伊是啥物款族群的人。你只要伊是人，你拢爱主动去做伊的厝边，然后去听因。你爱主动去做因的厝边，去听因。总是徛伫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关系。律法师即关敢行会过？
即歹行会过，因果有法度来接受耶稣的呼吁，讲不管啥物族群的人，拢爱去听，拢爱去做厝边。其实今仔日咱读即段经文，最后的结论是讲，你去照安尼去做。总是即段经文背后要表明的代志是讲，无人做会到。其实无人做会到，无人会使靠行为来称义，无人会当靠做啥物代志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人只会当做的，就是谦卑、悔改，达上帝圣灵讲：主啊，我做袂到；主啊，我做袂到。需要上帝怜悯引带，然后伫上帝帮助下面去学习听一个人，安尼才会当成做一个心会叮当活地的人。一个活地的人心就会叮当，一个活地的人心会叮当，然后伊就有迄个心去听人帮助别人。所以律法师讲，列比，我爱做啥物，才会使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耶稣一只意思是讲，你若知影去听，就证明你是活地的人。你是一个活地的人，你就应该知影安怎去听。阿门。牧师来教堂教会了后，其实我嘛常常来帮站，接触一寡社会，即个弱势的即个族群，特别有即个精神人吼、更生人，也是讲八大行业，通常伊来找你吼，拢是要来台讨钱啦，吼、一摆讨100、200、500，我照我会使听度互因，总是有当时身躯无钱的时阵要怎办？我讲来，牧师带你去食饭。是安那？因为一顿自助餐80块，较赢伊甲我讨500块，对无？我都陪伊讲话，我还陪吃呢。我陪伊讲话，陪伊开讲来关心。甚至有一摆，我陪一个精神人，我驶福音车带伊去看医生，叫去到医生，去到病院了，发现讲伊无身份证，也无健保卡。好，我倒使福音车载伊去办即个身份证甲健保卡。结果去户政事务所的时阵，发现一件代志，伊是失踪人口。煞落我倒使福音车载伊去警察局，要来做即个失踪人口的撤销。你敢知影徛伫警察局，迄警察安尼一直来看。我就一直表明讲，我是牧师，我是牧师，我毋是歹人。这是我的样仔，嘿，我一直强调安尼。因为这个精神人较早食毒，所以精神也是脑筋一定小可小歹去啦，吼。所以我一直在来心理辅导，来鼓励你一定爱去看医生。就安尼对透早8点一直到下暗7点，规工哦。我都不是用手机咧看，讲今仔日有啥物代志，啊煞，我著规工陪即个人好啊，莫去想遐济，我著陪即个人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牧师就有疼心吗？其实较早我嘛想讲，我真有疼心。我会当去陪伴安尼一个人，其实嘛是去互上帝操练起来。因为我伫升学院的时，我来拄着耶稣。有一届升学院的拜一上课，因为升学院透早的伙食无介好食，我毋知影北城敢有好食啦，南城的无啥好食吼，伊拢烂烘糜啊，所以我下课都会另外倒去买早顿，就安尼下课去买早顿的路面，我目睭我瞄着我的头前有一个游民，伊就倒伫遐。讲到遮，我爱先讲一个代志。迄一天是拜一，前一天主日，你敢知我伫主日学教小朋友，我讲对一段故事，
就是今仔日即段故事。我甲小朋友讲啊，你看到人，你爱人帮赞，爱人关心哦。啊，你若毋知影要办，你爱敲啥物专线哦，啥物会哦。我就安尼，前一工教小朋友教即段经文，隔工我要去买早顿，我认为讲课程非常的重要，我着安尼搭闪过。当我闪过行无几步了后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总是迄个声音毋是用耳孔听到的，迄个声音那时候是对心内发出来。迄个声音甲我讲啥？伊甲我讲，我伫遮。就讲有一句话，伊甲我讲，我伫遮。我真清楚，这个声音是上帝讲。我嘛知影讲，伊咧甲我表明，伊的身份是啥。你知我当时我无想要哭的感觉哦，但是我的目屎安那，我挡袂牢，一直流。一个查甫人一路人吼，安尼目屎流目屎滴袂看伫，你敢知影？所以我着无倒去买早顿，我着沿路叶，哦，灯仔脚哦，安尼闪，我嘛无转去上课，我着转去我家己的即个房间，我跪落去，我开始祈祷，用目屎祈祷，求上帝怜悯赦免。我第一届毋捌跪遐久的呢，那时候对9点一直跪到中昼12点。啊，毋过这3点钟，我感觉足短，我甲上帝祈祷，身躯的时间非常的短。我的脚头有敢会疼？我嘛感觉袂疼，因为我的内面安那搁较疼，我的内面搁较疼。所以自迄一届的经验了后，我伫成行院的学习，我就知影讲，毋是敢有知识，是在于你的心、你的心，敢有愿意去服侍的即个动机。所以自迄一届了后，不管是学校，还是讲是教会，不管是啥物事工，主要人交代我拢尽力去做，为虾米？因为你毋知影啥物时阵会拄着耶稣，你毋知影啥物时阵会做伫上帝的身躯顶。所以最后无输倒来一只大问：你要服侍的上帝是倒位？你家人爱安怎做，才会使得到永远的活命？我想咱拢真清楚，应该安怎做。服侍毋免紧，疼人毋免分大细，是在伫咱愿意为着即个事工，为着即个人付出偌济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怜悯阮。早前你的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阮拢知影，伊无受到好的款待，总是来到现今这个世代，主耶稣游玩，伫阮的身躯边。主上帝，求你怜悯阮。检查坐解，阮拢甲耶稣擦身，就当行过。检查坐解，阮丧失服侍耶稣的机会。检查坐解，上帝，你嘛互阮机会，互阮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阮常常检查无把握即个机会。也求主你的神通过今仔日你的话语，倒一摆互阮的心得到感动，互阮的心会当生出疼、怜悯、接纳，安尼的好的品行。互阮不管是面对事工、面对人，拢愿意亲像即位撒玛利亚人安尼，将家己所有的拢奉献出去。为着就是要成就福音，成就上帝国，为着就是要去疼一个人，救一个人的灵魂。主啊，听你
恳求你听阮的恳求，恳求你会听恩典，继续临到伫阮桃园教会每一个人的身躯顶。恳求你的听，充满伫中间，运行伫即个中间。主安安尼向你恳求、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第83首。耶稣基督天后。请咱起立。请坐，即时来奉献，请腾毅执事甲文光执事。
报告，请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。耶稣讲，听上帝话，佮遵守的人，佮较有福气。路加福音11章28节，请。耶稣讲，听上帝话，佮遵守的人，佮较有福气。路加福音11章28节。耶稣讲，听上帝话，佮遵守的人，佮较有福气。路加福音11章28节。周报的第一面就是咱的侍奉的当工，请咱的侍奉当工注意咱的侍奉。这个周间的这游园，请咱兄弟家己来看。奉献的部分游园，请咱兄弟来看，吼，若毋对的部分，请咱中一来更正。消息的报告。咱的就是第二场的礼拜，咱欢送根治牧师夫妇，咱的教会要来送感谢礼物。甲伫礼拜后，咱确定伫6楼的副堂要来举办着爱餐，咱有请着妇女团契的生活服侍。咱即是要请吴长老来代表咱的教会来致赠这个礼物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吼！咱根主牧师在咱堂教会拄好有前后有7年的时间啦，3年传道师，4年牧师伫咱堂教会的历史，1885到2020，拢总几年？135年啦根据牧师伫即个时间的长流伫即个安尼内底，拄好伫2013到2020有7年的时间，所以伫咱堂教会嘛是历史中嘛有7年的时间。当然，咱嘛期待咱嘛是根据牧师伫遮陪伴咱，来牧养咱，教育咱，因为伫即个福音的真理方面，互咱领受真济啦，我相信咱在座的兄弟拢有深深的感受，尽以牧者牧养羊群的责任，尽量来甲咱牧养。所以堂教会咱是用即个礼金来互牧者买即个纪念的礼物啦，因为咱嘛毋知影啥会较合意啦，迄是淡薄一点点的礼物但是呢，将来咱平平拢伫主内无论去什么所在，咱是大家拢三角孝念啦，三角来孝念，无伫台湾，还是甚至外国，还是对搭，平平伫主内，咱嘛互相来孝念，期待咱兄弟，嘛期待咱牧师，伫咱堂教嘛算第2个舞会啦，第2个母会，嘛伫即个堂教会历史内底嘛有7年伫遮啦，这历史拢会记载呢，将来咱咧写10年、10年拢有咧历史会记，嘛拢会写恁顶悬，伫遮会对咱认真拍拼，对咱的牧养、福音真理，嘛拢会记载，咱期待即个是祝福牧师去到新的所在，会当安尼为主认真拍拼，为主拢一切平顺，诚做咱平平拢是上帝国来共同来拍拼。以上多谢根主牧师，牧师爷。中昼留一个啦，要交牧师做伙食饭啦，爱当大家伫遐互相来开讲啦，联谊啦，以上我调工底下创治。
因无想要出来，我们结婚了，我早就结婚了。其实我对幼稚园吼，1到2专吼，每一届毕业，也是要甲同学离开吼，我拢毋捌流过目屎，我嘛毋捌忧伤过，因为自我的信仰，我的心内，我较早拢是普救论啊。意思讲，人人拢会上天堂，所以每一届的离别，我无流目屎、袂忧伤的是，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有一天安那，拢会得见面的啦。啊，而且台湾世界粒仔吼，反正你若无法度出国啊，对无？吼，啊，不如着安尼会当相找南北相找。啊，总是当我即个普救论通过神学院的教育了后，我知影讲其实毋是普救论。所以，若要讲我做一个牧师，伫堂教会最后要讲的话，我要严严甲咱苦劝，真正为着有一日咱倒相见面，请咱得爱用心谨慎，常常祈祷、读经、亲近上帝，然后坚持信仰到落尾。安尼，咱有一天才会当搁再相见面。阿门。所以，咱做伙努力，为着即件代志。吼，牧师无爱讲好听话，因为我感觉要将上好的，咱做伙留到天顶，咱才来享受。感谢各位。第二，咱的中午12点半伫6楼要调开着行政部会议，请咱的部员来出席参加。主日即个伫月中日就是我甲文光执事甲建议执事。主日的下晡，咱的1点要伫7:20要调开在会份的定期中集会，请新旧任的中职来出席参加。咱会后要煞开小会，请小会会员出席参加。后壁要搁开财团法人的董事会。第三，就是迄个下主日的暗时8点，也要调开教育部的线上会议，请咱部员准时参加。小会消息，小会公告2021年年度新任的中职。长老于启平长老、林章洲长老，技术是穆桂英执事、李应灿、肖素娥、刘廷圭、邓亚中、黄慈辉。咱2021年的即个团契首长名单，有缘请咱兄弟家己来看。咱的搁提醒即个教会防疫新生活规范，请咱兄弟有缘爱注意，伫礼拜中咱拢爱全程戴口罩。这请咱兄弟有缘家己注意者吼。教会消息，这是伫10月8号的中昼12点半，咱要举行咱的新任的中职同工的造就训练会，请新任的迄个中职来出席。咱教会已经有来客书中心开办吼，所以请咱兄弟有缘来关心这个事工的进行。咱的教会另外有即个推行即个乐龄的关怀据点，即个时间是10月28号，就是过来即个礼拜3的透早9点，请咱的兄弟有缘来注意即个事工。即个第2学期108年第2学期的力学金的审查结果，请咱兄弟有缘咱家己来看。咱下礼拜要有即个庆生会吼，所以咱请咱的兄弟来看。就是搁过来，就是重阳节要请即个简陈长老吼来主持者。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是中阳吼敬老节，咱70岁以上的兄弟起立一个好无？起立，70岁以上
免，因为我头拄仔拢事先吼，因遮签名，所以我无一个坐，我头拄仔若还未摕到我的迄个敬老金的时阵吼，等一下先来找我吼，啊，咱请牧师来甲咱一个祝福祈祷者。好，咱做来做祝福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照你的话语圣经所教示，白头毛代表一个人伊智慧的冠冕，特别在伫阮基督徒，这也表达出阮的灵命的丰富。愿主上帝你的神会当继续将甲遮的长辈塞甲伫地，检查因一教会服侍。会认为家己无法度做啥物，总是主你的信心帮助因来为着教会代祷，互因的代祷满有气力，互因的代祷带来祝福，互因通过祈祷继续伫教会内底来服侍。愿主上帝你祝福遮个属灵的长辈，因的身体会当继续保持勇壮。伊的灵命会当继续日日来进步，一教会内底真多大大细细信用水搁好的脚业，真多人好的模范来合适。愿主上帝会当互遮的长辈身躯顶来显明基督的形象。恳求主上帝，愿将遮的长辈因头前圣恶路途以及因的心灵。全然交托一个手中，求主你亲自引带赐福。愿安尼恩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搁一届下坡啊！补充者，咱请坐吼，咱70位以上，头仔统计起来拄100个，拄100个。哦，所以无简单，这是一个真久的一个教会吼，感谢。啊，等者啊吼，若无摕到的吼，会记得甲我摕好无吼？爱签名。头拄仔迄个报告的部分，一个就是咱的教会咧，即个应征的财务干事，咱请咱兄弟嘛关心即个事项，好，谢谢。请咱来吟上吟184首。上帝疼痛领哪位遐大？请咱起立。咱吟诗了，请咱的牧师来给咱祝祷。上帝疼痛哪位遐大？我伊是多么好看，幸看比美小看的人，互我家己君话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真心马可会得去保守，为保守所交通伊的，为保守的到天日，耶稣阮的那位贴心，充满伫我心内，因为为信圣经福音，生活平安自在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真心我可会得保守，为保守所交通伊的，为保守的到天日，相信感动那位大夸，互我。
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甲阮每一个人三家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电角、麦倒。平安礼，请咱起立，咱厝边人讲，耶稣听你愿你平安。